帶氣旋帶嚟嘅極端天氣有機會對市民安全構成威脅。暴雨令低洼地區出現嚴重水浸或海水倒灌，建築物部件可能因強風吹襲而鬆脱甚至吹走，電力供應亦可能會中斷。消防處希望提醒市民做足防護措施，以策安全。天文台會喺熱帶氣旋嚟臨前發出警告信號，提醒市民盡早做好準備，包括應對水浸嘅措施，將容易俾風吹到嘅物件搬入室內，並喺大玻璃窗上貼上膠紙。記得鎖緊門窗，遠離當風嘅玻璃窗。如有需要，應該盡快撤離到安全地方暫避。吹襲期間，市民應該經常留意天氣報告，切勿外出，以免被高處墮下嘅物件或倒塌嘅樹木所傷，又或者遇上水浸。另外，我哋嚴正呼籲大家千祈唔好追風逐浪，因為有時就算海面呢刻睇落平靜，喺極端天氣下都可以瞬間變得危險。海浪可以突然有2至3米咁高，越過海堤將人衝到失平衡跌倒，甚至捲走。千祈唔好低估極端天氣嘅殺傷力，同埋高估自身嘅逃生能力。如果屋企嘅窗吹爛甚至吹走，請立即遠離破裂嘅位置，喺屋內安全地方暫避。致電999求助，唔好嘗試用木板或書架遮蓋。假如停泊喺停車場嘅車被淹沒，請喺風暴過後先至前往處理，安全至上。雖然隨住颱風遠離，天氣會逐漸復常，但狂風暴雨仍然有機會引發水浸或者山泥傾瀉。大家應該要繼續保持警覺，避免喺被水淹沒嘅道路上涉水行走或駕駛，以免發生意外。